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今日呢節目呢，同樣咪係黐線面呀國際少棒金票世界內嘅專題哦。大家都好奇講，哇！喺今日呢節目當中，探乜嘅呢？當然係分享熱 Q 啊，邀請到馬莎來探熱 Q 呢，而邀請兩位客家創作歌手，記到了熱 Q 有咩關係呢？原來佢哋係當自簽嘅 Q 迷，實實來分享翁子賢啦，歐比王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翁子賢。今晡日冇講音樂，來講熱 Q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成軍樂團嘅主唱歐比王。Yeah. 哇！歡迎兩位，我家係一開場看到咧，之前佢是講哇，今日我唔是帶吉他來，唔怕冇吉他，等下喊係做啲清唱嚇，因為你係音樂人嘛嚇。兩位其實呢幾年除了自己本來係 Q 迷以外嚇，老熱 Q 有很深嘅緣分呢，係嗎？對。尤其今年咩？有個大型嘅表演對。好呀，我先邀請曾紅來講嚇，我比如因為今年就做兩場嘅。熱 Q 嘅表演，就今年的話，我們是有應該是一場，去年一場，今年一場。去年係啲天母開球。對，去年是幫就是我們身上穿的這個統一獅的主場，就是做開球，然後那一天有投球。對，那今年的話是在7、8月份是幫桃園的樂天，對，樂天桃園就是做開球，然後也有演出這樣。哦，有給客家演。開球就會你要穿迷你裙，然後丟球啊，你嗎？你有穿嗎？假如是女生的話，大家會比較想看。因為大家都好看迷你裙，可以嗎？一天晚你才會振奮士氣嗎？子軒，這你很有經驗呢。對球員來說可能是，對我來說可能看是誰穿。那天是明珠嘛？哦，明珠主持人可以。所以子軒自己咪係第禮拜樂天的球場有客家人有來演出。係啊，我基本做嘅球衣是係跟因為客家人是有老客家嘅主題有相關，所以跟伊記得做嘅手嘅衫褲啊，是會用因啲客家嘅花譜來設計，所以其實本因啲有表演嘅人全部有一輛衫褲啊。係紗一輛。係啊，哦，做起來。還有因啲名啊，名都。哦，你係玩哇，大三天都10號。係啊。10號有個特別的來源。對，10號隊友。哦。因為他只要不是球隊裡面的人，都是10號隊友。哇。因為他的團名叫 Rakuten， 所以就是 10號。也是蠻有創意的哦。所以啲啲台 Q 場表演，然後講一下啲台 Q 場唱歌，然後自己辦嘅音樂會，乜咁冇唱嘅感覺。其實當緊張嘅，因為從 any 看到記得球員度練習嘅時節，其實 any 沒有 sound check 嘛，試音，所以 any 試音完了以後，記得 Q 染色連 Q， 所以他的器材又撤掉。撤掉以後，輪到 any 會可以 Q 的時間，佢器材又重新要再裝台一次。然後等我們在演出，可能只有1小時的演出哦，3個組合又有從 any 干音 any 翁子賢到3拼塊，還有8音團體，還有聲響老師給掉，所以3組的人他位置不一樣，所以他們的側線布線就非常的密集，所以其實該上映給掉的準備呢，沒會動作很多的調整啦哈，所以電腦動緊張，開始哈。你咪唱開是打 Q 好嘞，因為唱成呢兩首是動好熱 Q 嘛哈。對。聽講翁子賢先生唱誰想要做了職棒人員？係啊。曾經你想要打職棒啊？我想要打職棒啊！從小的志願就是打職棒。哇！來大家幫大家看一下，你啊是係誰是這個子賢？那你係上有動從一冇變呢？你仲要冇變呢？這樣蠻新鮮的，我可能有吃到吸血鬼的戲。所以唱誰是真是要落 Q 唱去打 Q。誰時間我係無卡人老我係家庭啊，佢都動好看熱 Q。所以我誰時間差不多係職棒5年6年的時間開始看的。所以該東西開始有轉播嘛，每天我們就可以看棒球。開始動工的時間。係啊，該東西應該沒動好認同的東西，所以我想要當投手以前，所以我就以前參加，像我以前是三商虎隊的球迷嘛，小時候，所以該東西有棒球夏令營有2個有辦，一個是兄弟象，一個是三商虎。然後三商虎辦在新竹棒球場，兄弟象辦在台北，好像是天母球場還是
台北市立棒球场。那可是兄弟象的比较贵，就三商虎比较便宜，所以我就报名三商虎队。我是因为练习，不过后来是变个走音哦。是上了摸够啊，长不高啊，然后球速就是也不会快。今天又这样哦。对啊，真的有差吗？真的有差。我小时候三振很多，还投滑球啊、直叉球这些。可是再大一点点的时候，开始同学长高了，越来越高以后，根本我那个球都软绵绵的，都最后放弃，我就去练吉他。很神奇，你看上一类球还系动奇妙吼，佮正红这个同野球嘅那个缘分哦，从小就好看野球啊。对我其实跟子轩刚好相反，对，像他家里很喜欢看球，然后我反而是我家里唯一喜欢体育活动的。对，所以我都是自己看电视啊，然后或是那时候大概只有3台，我小时候，然后我是从职棒2年开始看。哇，对，但是为什么会支持也是支持兄弟，是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一些常打国际赛的一些球星，比如说李居明啊、王光辉，都是在兄弟，所以我那时候很自然就觉得这支球队好像很厉害这样。对，那就是一直。其实我也有那个跟子轩类似的梦想，就是以前小时候国中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也是就是职棒那个就是全盛时期，第一代象啊、陈奕迅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就想说以后要是可以长到180，我就去打职棒，然后长到190就去打职篮，170的话，那我觉得还是念书。那你会不会很怕？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不小心要长到190，你就只能选职篮？你会不会有那时候希望自己不要长太高？190也是可以啊，对，王建民、Randy Johnson，对。所以请到谁来，从小都有那种运动明星梦，对不对？会啊，对，那觉得很帅啊。而且我妈妈很务实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要当职棒选手？因为我妈以前很喜欢陈奕迅，她常在电视上看到陈奕迅去上龙兄虎弟，然后陈奕迅那时候月薪30万，我妈就说打个棒球月薪30万这样，然后听起来打棒球好像是很棒的职业这样，所以妈妈就说打棒球可以。真跟安古林一样，好好玩哦。刚才兄弟都有他们的狗昌洞就都地狗，你们都支持兄弟象。对。那个时候就大家很风靡，对不对？现充他又带了就是你们收藏的东西，通大家再分享一下。很多球迷看到会觉得说哇，好棒哦，签名 Q。我家也有签名球那给你我带了。你家的是谁的？我家的是张泰山的。你下次拿一颗来，我帮你签我的签名球给你。有那种大颗的啊，有那种大颗的，对，可以整队签。你黑马赛的签名球？这个是我的收藏。其实我第一颗签名球我今天没有带来，因为我搬家不知道放哪里去。然后第一颗是那时候1992年，中华队拿奥运银牌那一次，郭李建夫的签名球。1992年，该中心够帅啊，我们还很小吧？国中。然后那时候因为郭李建夫也是凭证人，对，然后他那时候就好像凭证镇长之类的，那时候是镇长，然后就是在李明中心就是要表扬，对，然后大家很多球迷都去，然后有一颗签名球，不过我今天没带。那我今天带来是，我2004年去雅典看奥运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在球场的现场就是找一些球星签名。那像这一颗呢，这一颗是陈伟英，哇，对，后来他那时候在中日队，然后后来去美国大联盟，那今年又回到日本职棒，对，陈伟英的签名。哇，然后这个是好经典哦，这个是高志刚，对，那喜欢棒球的朋友一定听过，又是高志刚，又是高志刚。然后这个是林义珍，道总林义珍，然后还有一位是也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棒球教练林华伟，对的签名。所以你特别为到爱看要看比赛，跑到雅典去。对，我那时候因为刚好那一阵子就是非常疯狂看现场的棒球，然后因为可能也刚毕业这样，然后就比较没有生活压力，然后就喜欢到处看，然后所以那一年就觉得，那一年从前面的奥运资格赛一直到奥运，就是都打得很紧绷，然后我们刚好运气很好，都有拿到这个资格，参加奥运，
所以我就觉得，今年这一次一定会派史上最强的中华队去打奥运。那像王建民啊，那时候在大联盟，然后曹景辉在大联盟，然后陈金锋啊、张泰山、彭政闵啊、陈志远、谢家贤等等，还有林威柱啊，对，陈伟英，然后像你讲得出来，现在很厉害的球员，那时候都几乎都有入选中华队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打定我要去看现场的。好，结果到现场感觉怎办？哦，这个非常难忘，就是我看的赛程是预赛的最后2场跟决赛，那时候我就赌中华队会进决赛，然后我就买最后2场跟决赛2场这个赛程的这个机票，然后去的当天是中华队意大利，然后假如这一场赢了，我们就笃定进4强，对，然后所以那天下午其实球迷大家全台湾人都在看棒球，然后就我们好像8、9局的时候都还领先1分，结果杨建福上来，然后被打一个再见全垒打，然后好像是3-2吧，还是4-3就输了。然后看完就真的是搭车到桃园机场，坐飞机要去雅典，然后因为心情好复杂、哦。对，因为我们那个班机就是加油团的，包括蔡明里那个主播他也有去，大家哭在飞机哭。然后我们在那边整理行李的时候，大家超沉重，好像这个班机会怎么样一样。对，心情数都扬凶。对，然后那去，然后好像是隔天还是当天，就是我们预赛的最后一场，然后那一场一定要赢才有机会进复赛，然后那一场对的是日本，所以也因为前面输了，所以这一场中华队就是精锐进出，那日本也是要赢这一场才有办法进4强，所以是东进才子抽，对，真的是很难忘的比赛。对，然后就王建民先发，曹景辉后援。然后也是陈金锋打一个全垒打，哇！你看公楼了，大家是觉得热血沸腾，走在上面，网络上可以看那个球赛的回顾吧，哈。走在你节目哈，等一下全部看睇以后，你自己走在上面再去看那比赛，重温旧梦一下哈。你下先聊一下，等下道长咧介绍咧他们俩亚球当到精彩的事情。传我呀，教练教爱练输片，下晡4点到9点，对林安练到夜光发发，练马球，练接球，基本通做通有，天书放进太空比神，上网打拼是为了打条命，是为了打条命，来个野球。为了爱世界，夜幕打拼，总得练中下。来个野球路，就下球队的路，抓下出发，冠军如风，咱的爱比赛。哇！歡迎大家進到福喜來節目，大家家下看到咧亞球路嘅 MV 期待麼？加上嘅音樂，成為很好嘅體驗。熱血沸騰，嘿，有熱血沸騰嘅感覺。在這分享今日自去嘅球迷翁子憲、老歐比旺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改想到用自去球迷，有沒有覺得很光榮的感覺？終於有一件事情可以被講為資深。準備這一集比準備演出還認真。
頭先你談到咧講到亞 Q 哦，大家是目睭是北京來的哈。個你家看到咧 MV， 你係音樂亞 Q 路，又看到咧小朋友，你係最全翕的咧 MV。我手記到的面吼，又是有那種稚嫩童真的感覺。不過呢，又看到記到又動專注投入的進行，就覺得蠻感動的。子軒寫咧音樂的時節，讓咧學生記得附同在讓大家分享一下嘛。其實了亞 Q 路哦，西安強那個亞 Q 路啊，亞 Q 路，亞 Q 路了歌曲其實係差不多30年前，然後申祥老師記到你才咪弄做嘅唱少年的歌，然後作品咯。該東西你係因為後生記到寫客家的詞，你老記到咧譜曲譜曲哦，所以本來應該是動好看亞 Q 的人。我的好朋友是滅火器楊大正嘛，佢到西充時，然後該東西拉米狗啊，還有可能你台灣的棒球隊啊寫歌曲，所以該東西應該看到唱少年佢到寫的歌詞有一條係亞 Q 路，因為該到唱少年沒有可能有啲人係才練亞 Q 的人啊，所以我是讀一條講。我想寫了條歌曲，因為我寫一條很熱血的客家的棒球的歌，我好像發現沒有人寫過，所以我就把他的詞就拿過來，就閱讀了一下，幫他修正了一點東西，然後變做兩條歌曲。那我覺得這幾年給我的回饋是很好，因為記得還有叫做誰要組一個野球女孩，來做啦啦隊，然後都用這首歌在跳舞，這樣。哇，等一下，拿油紙傘做那個。真嘅嗎？真的。見到那舉炸了。對啊，拿油紙傘，然後做那個跳舞，然後編舞。每年都有小朋友編，然後今年記得講兩條歌曲，記得想要記得咪弄各種亞 Q 吹來結合，所以破了家樣片，因為看到動感同。當時那個寫歌的跟小朋友一起練唱的那個記憶都突然湧上心頭。哇！唐陽講起哦，我都有8年，有小朋友打 Q， 該幾炸都走來啦啦隊，太經典了哈。所以你做每件事情哈，我就都會留下啲動活動甜嘅稿子哈。除了你亞 Q 路哈，我第一個歐比王你沒有寫到撈亞 Q 有關嘅。不過你本身吼對音樂要求有呢個下龜毛，所以呢，你一首歌曲可能3年以後，你哋節目當中能發表。在這邊首播3年以後。真嘅你有寫了亞 Q 的歌曲出嗎？有，我以前其實寫了一首叫《神的右手》。哦，對，神的右手。對，就是神的右手，就是形容棒球。假如你有在看棒球，神之右手是 Pedro Martinez 嗎？對，就是會講一些史上最厲害的一些投手。他假如是右投的話，然後我就用這個。神的右手這個詞就是當歌名，對。不過寫了一直沒有很滿意，然後一直放着，還沒拿出來。對，改天我修改一下再。今年做得長嗎？下次。好，下一班應該都是等你。所以你自駕到把興趣也會寫在很多的音樂裡面嘛。那法光特別好。特別喜歡寫神這個字，對，就像神一樣的存在啊，對，還有神之右手啊等等啊。對，就我覺得就像我們團名嘛，樂團神棍樂團，然後它很多元素，就是可以不管是客家的啊，或是宗教的，我覺得或是東西方的文化，我覺得都可以很多可以運用。對，所以覺得很喜歡“神”這個字。我覺得你下次希望被人家崇拜啦。你寫一個叫“神的球棍”哦，人家神之右手，人家神的球棍就會神棍。神的球棍。嗰係你講到呢亞 Q 講到 Q 棒啊，你講 Q 棒咩講 Q 棍嗬 ？Q 棒棒 Q 係 Q 棒 Q 棍呢 ？Q 棍呢？因為直翻的棒 Q 啊，亞 Q 又有點像用日文的。亞 Q 哈，咁你打亞 Q 嘅時節，剛剛講到你怎麼樣熱血沸騰，你一聽哦又夯筒啊，又的口號啊，要營造那個氣氛啊，對不對？這個輸球的時候也是會有很 sad 的時候，可是我們就是要在那個打球的過程當中，問大家啟動 cheer up，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經典的口號在讓大家分享，喚醒大家的記憶？我只記得很簡單的，因為我每次去那個兄弟看球啊，因為兄弟象的那個他們的啦啦隊是很傳統的管樂，然後他們就是那個都是沒有經過一些擴大器設備，再直接就在填充，記得我繞場管樂的樣子，所以他們每一個那個啦啦隊都聲嘶力竭，比如說安打，小妹接什麼？
本东，后面就要接挥棒落空。对。然后还有什么三振出局的。我忘记了，反正很多很有创意的，我都会。还忽然间就打全垒打，就 Hasta la vista， 我第一句会的西班牙文。Hasta la vista。对，结果不知道这个要问徐生明。电影《魔鬼终结者》里面就是阿诺讲的。Hasta la vista，baby。球出去以后就要讲 Hasta la vista， 全垒打了这样。所以又动到了动静点哎，包含刚刚介绍的，你们喜欢的这些球星啊，是不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封号？蛮多的啊。对，像王光辉嘛，王光辉就万人迷啊，然后李居明棒球先生，或者是像陈奕迅叫飞刀手，那他的侄子也是现在富邦悍将的投手小飞刀陈宏文，对，很多这种大家会帮他取一个外号。我觉得现在又不一样，像我们小时候有外号是一个好记忆，现在他们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。应援曲，对，每一个都有应援曲，像以前最有名就柏荣嘛，柏荣大王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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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。然后后来我发现每一个都有，像蒋志贤也有嘛，就是我后来因为我去现场看球看很多次，就现在的以前我小时候去美国看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大联盟他们把那个。就是棒球这个娱乐做得很完整，就很细，像以前 Rivera 出来还放 Enter Sandman， 对，可是现在中华职棒也是，就是几乎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应援曲，然后都有一个自己的口号，就是现在看球的那个娱乐感比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做得更完整。两款棒球的时间那种娱乐感变得很好，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娱乐变多了嘛。这个野球他们也有跟上时代，做很多很有趣的操作。是从那版遇到是客家人的表演哈，在现场起头讲，贵家它其实声光效果是要做的很足，是动声音的。然后台湾传统看 Q 就冇强样台湾。才突然的时间，唔系礼拜客家拍张玉安用，其实平常声音是突然看 Q 的时间，佢就是用客家的歌曲。佢就是会从客家本色咯，改歌词叫爱黑客家人，客家精神。然后他不是照原本的唱，他改一个他们球团的唱法。很可爱哎。对啊。所以每一只 Q 团有几一个特色哈。该你的都给走爸爸嘞，还会在追星啊，还是会在迷这些牙 Q 吗？我自己的话还是会关心一下，但是因为要照顾小孩子，时间可能就没那么多。对，像这几年刚好，就是因为这些家庭因素，然后所以看球的时间变少了。对，可以带小孩一起去看啊，走带吗？我很常带小孩去看啊，我蛮喜欢带，因为我觉得去看球没有看输赢都没有关系，就是感受气氛。然后我儿子就很喜欢在里面，跟着练那些口号，他从1岁就跟着我们去看棒球，所以以前那个桃园队有那个袁大胜。然后袁大胜经过，他每次都被吓死。大家觉得那种大偶小朋友喜欢，他们都很怕。所以从小土生嘅去喊白讲，爸爸，我要打亚 Q， 赶紧的咯。要看你长得够不够高啊，不行你就还是练吉他。我从小妈妈讲，我做得了默默的哦。所以你打 Q 的时间吼，做得培养当中兴趣。你看，你哋看，无论係看亚 Q 啦，看你前度嘅比賽啦，變成一種娛樂吼。然後你細時間，我印象當中，譬如講頭擺看日本嘅 Q 啊嘛，我覺得那現場都有肅殺的氣氛誒。不過你看 Q 變得蠻歡樂的。對，完全不一樣，對不對？對。以前我就是那種我們看中華職棒前幾年，那球迷都很激動。那個以前台北球場是有椅子的，後來都拆掉，為什麼？因為我不給你拆起來。就比如說龍象大戰的時候，大家都會拿出來把它拆下來丟到場內，這樣然後互罵這樣。對，然後後來乾脆球場就把椅子都拆掉。以前是這麼做那個水泥的可以做的而已嘛。對。因為我不給你拆的感覺。我小時候看球的時候經驗也是很多，因為小時候都在新竹球場看球嘛。小時候我們沒什麼娛樂，我跟我同學那時候青春期要發育了，就我們每次我爸媽說你們都買半票50塊一張這樣子，一人拿50塊。就有一次進去量身高我超過，你知道，就我同學還可以進去，我跑回家趕快再跟爸媽再拿50塊，
才可以进，然后大家都戴一个手套嘛，因为要捡那个界外球。你也全部喊记得哦。喊记得。哇，好棒哦！韩班应该来了没？会记得说啊，小时候我跟爸爸看球，发生哪一些好玩的事情。好，你是等会亲自细讲哦。等下呢，绕上大家多转来吼，来谈呢，子轩和个欧比王记得分享，亚 Q 对记得来讲有哪道亲身去嘅影响。大家上到節目當中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啲 Annie 嘅節目當中嗬，談到啲亞 Q 繞場度啊，兩位好朋友之間啦，歐比王，家下咧談到青島嗬，撈亞 Q 有關係，大家有發覺幾條目珠，閃閃發亮喎。啊，再次咧歡迎兩位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係啊，啲 Annie 嘅節目當中嗬，是為咧長教裏邊嗬，Annie 既然係音樂人嗬 ，Annie 是咧用亞 Q 結合音樂，你都知道。啲亞 Q 窗做得變出來嘅音樂，我要買條件，也講亞 Q 嘅音樂要買鐵樹概念數。哦，你強下1、2、3一起釀啦。啊，之前先嚟講啊。我起到夠 Q 的熱血啊，熱血啊。熱血哦。熱血啊，朋克。朋克。啊，朋克的衝勁這樣，還有是走在台下強下衝的。哦，下做得穿衝啊，比較口水一點。對。啊，下好衝嘅嚇，冇條難嘅歌係咪啊？咁講熱血，你講熱血的聽你有情竇中啊，怎麼樣叫熱血？你覺得怎麼樣聽起來會熱血？比方說，如果你唱歌很文雅的，在那個球場上就沒有力氣啊。就像我說那些啦啦隊，他們加油都說變動，花棒落空，他們都這樣嘶吼到這樣子的程度，所以就是現場每一個人都很熱血的，希望贏球嘛，啊，這是一種發洩。動態地衝出來，喊出來，要很嘶吼的。所以其實去看 Q 的時間，我覺得心情應該蠻好，你就可以吶喊，可以嘶吼，平常時講出來不？反正你動講台上你談不是，你講台上你沒談清楚。對啊，像我去去年我去看日本東京巨人隊比賽，嗰東西我是起頭有一隻感覺係動英雄動情的係。因為你起到日本音啊，平常時他們就彬彬有禮的，很溫和，很拘謹。對啊，我們去到球場那些大叔啊，結果呢？哇，他們很誇張哎，每一個球頭他們都要一直亂叫，發洩。對啊，你看像日本這樣的民族，到球場那些大叔都是鬼吼鬼叫的。解放了。解放啊！哦，球動向送，從自家妹弟一邊練就一邊看 Q 的。很愛動好啊。啊，動輕鬆啊，聲音都愛看 Q，應該是都愛吸酒啊。哇塞，哇塞！勝負都不重要。所以嗰種感覺，嗰種氣氛啊，嗰係講你自家愛頭一條去到經典嘅歌曲，你咪推薦埋歌。我有推陳金鋒的《曾經瘋狂》啊，因為滅火器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嘛，滅火器寫了很多跟棒球有關的歌。有一年好像12強棒球賽嘛。然後大正就找我說：“我們這首歌哦，本來是桃園隊的歌曲啊，我們想要中間改有客家味，所以後來他就本來就叫有一段歌詞就叫我改，他說大家一起唱，我就幫他改。上忙窮下大邊，然後我們一直改成了還有原住民的，就變成多語言的。然後有了幾條才金鷹獎時又表演兩條歌曲完。咁你從一團一社團揾幾年好冇？你梗係從三季嘛嚇？記唔記咯？三忙窮下大邊。台灣大勝差不多係咁樣啊。而香港家唱嘅時候，我發覺要前到時，大家就會窮下唱，就是像着然後一起大喊音，對啊，台灣大勝這個關鍵口號啊，用對，波龍大王，哇，動好高誒，台英寫字就係窮下用嘅。係啊。哇，經典！但歐比王自家起到音樂一定要用哪種元素？一定要嘶吼嗎？要有吼音嗎？我可以換一首歌嗎？突然想到，你什麼唱埋歌？對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原本想要唱一些比較慢的，但是我覺得棒球好像沒錯，就是要熱血，然後節奏快，對，然後要旋律朗朗上口。然後我想到的是那個任賢齊的《再出發》，對，這個大家幾乎都會聽到，因為我們剛好前一陣子去做那個
个马拉松的活动，然后是在田中，然后刚好任贤齐是田中之光，对，所以现场会一直放这首歌，所以突然想到，对啊，这个也是2001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。该是讲你唱，因为你自己唱过的《风雪魔球》，你可不可以唱2句？你这个欧比王式的再出发。好，我需要看歌词吗？你不用啊，不用是，我帮你和声好了。好，如果我记得的话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啦！我鞋子擦亮它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还是要再出发啊，好像的感觉呀。对。该是大家会穷下来唱。对，这旋律很好记，很热血。该黑公你的自己走，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风格来打造一首属于有自己风味的棒球歌？从青春的抢存给给丢失的亚 Q 路啊，该东西变 Q 的时间应该是绕大主演，还有早川彻给丢讨论。我说我要很朋克的歌曲，我要就是听起来那个鼓就是大呲这样，要很朋克，就是最后要非常热闹结尾嘛。我们音乐有一个术语叫非常热闹结尾，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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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，大家一起非常热闹结尾。大爆炸。对，要可以像从拉 Q 路的时间，冲的时间是嘿嘿嘿嘿，所以本来起个一声音冲，后来是声响歌，没穷下来冲。我们就一起跟着那个一起呐喊 Q 路啊，就是嘿嘿嘿嘿，所以后来 any 动作表演时间 any 每个穷下来冲来到够用，从今年 any 去突然的客家宴从 any 打白，我跟盛祥哥有合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选这首歌一起合唱这样。哇，就是从一个感情是吸穷下来啊，对啊，就是我觉得男生就是对于这种球类就是就是很不管是谁一个连结，对啊。经过时间爱动好奇，就是欧比王如果记写的亚 Q 歌，会加上譬如讲可能会加呼麦啦，加好这个摇滚的很重金属啦，你自己会写安尼歌吗？其实我们有写过一个比较热血的，就是刚好也是前一阵子这个马拉松的主题曲。其实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就参考蛮多棒球的热血的歌，比如说灭火器啦，或是其他乐团的。然后，那如果我要再做一个棒球歌的话，那我觉得少不了一定我们自己乐团的特色，就是像唢呐啊、北管这些东西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还没有人这样尝试过，我觉得我们之后会试试看。这样蛮有喜庆的感觉，哈，动脑泡的感觉哈。那今日他们都亚 Q 2-3年冠主安 Q 哦，其实亚 Q 大部分都来讲学习到嘛解。我觉得棒球就是运动精神很重要啦。从我们两个虽然是兄弟像球迷嘛，兄弟今年又是亚军啊。对。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自嘲，像他那天讲了一个，我就很认同。他说我们今年是最佳乐团的第二名，因为只要没有拿到金曲奖，就是大家都是第二名。所以我就那天听他讲，我就说我今年是最佳客语专辑第二名。今年金鹰奖的那个最佳民谣专辑第二名，做第二名其实也还不错。对。你还抬头一吼，我觉得蛮有智慧的，蛮从容的哈。该正行引起到的。我觉得棒球对，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在那个比赛精神，而且其实因为像我们都是象迷嘛，然后其实相对以前就是会被大家说，这个资本比较少啊，然后所以球员待遇可能没有像其他队那么丰厚，对，但是他展现出来拼战精神，只要一到现场，就是我不管你那个大家身价差多少，或是我是不是明星球员，大家面对的状况都一样，对，我们上场就是像我们演出一样，就是我们一定是拿出100%的这个力量，然后跟精神去做。对，兄弟有一个口号嘛，不离不弃是我兄弟，不离不弃是我兄弟，好感动哦！哇，希望两位分享哈，今日安尼咧专题是70名的咧国际少棒竞票赛哈，当然让大家好好分享。最后我想请子轩来讲一下，你跟徐总也有一个特别的缘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客家天使他们当有关系。那本来才客家天使会走谁嘛？我第一个在电视台去参与的大型的活动，就是那时候大将徐邦兴的棒球赛。那时候就
就是徐展元大哥，然后徐成明总教练那时候就带着，还有洪一中总教练他们好几个球员很经典的，就一起去参与那个活动。所以我第一个参与的客家大型活动其实是棒球赛。哦，对啊。然后那时候很有趣。那都徐总的签名球。对啊，徐总的签名球合照啊，还有洪一中教练的签名嘛。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看到那个球，就觉得哇，这个是很经典的时刻，因为那个棒球赛那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办。一办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。係啊係啊，所以講到了，再次我邀請大家11月28號到10月1號，歡迎大家來到美濃共下來加油，好冇來參與呢啲小幫嘅競票賽哦。今日咪再次希望兩位分享，希望大家。好，今日是帶領大家球員熱血進行，讓大家講，希望大家嘅小可長來聊聊，希望大家。